第22篇，食果子拜树头，食米饭敬猪头。2009年3月份，台湾少年线出现2位人物，一位互人痞相骂甲臭头，一位互人呵乐笑脸伫心肝头。台湾外派伫加拿大多伦多一个新闻局小小的官员郭冠英，用范兰钦的笔名写文章侮辱台湾这块土地甲百姓，讲台湾是鬼岛，台湾人是台霸主，鸟览会互台独分子破坏。228受难者毋是土匪，就是日本鬼子等等的言论，刊伫亲中国的网站甲媒体。郭冠英是新竹空军贯穿大汉的子弟，通算讲是铁蹄来台湾外省人的第二代。伊伫文章自称家己是高级外省人，伊一年领超过350万的薪水，拢是台湾人劳碌艰苦所纳的税金。俗语讲，食果子拜树头，食米饭敬猪头。郭冠英食台湾的米大汉，享受台湾赐予伊的资源，原倒转来侮辱咱台湾。原到迄只狗，只有用逐顿食剩的物件甲饲若定，总是逐摆转去到厝，伊拢摇尾欢喜甲我迎接，赶紧跳起来身躯顶甲我塞奶。想到这，我毋知要安怎形容郭冠英较好。另外一位人物是拄伫3月17过身的叶尤金神父。台湾无几个人知影伊的本名，只有知影是匈牙利的人。伊1911年出世，1936年以天主教耶稣会神父的身份，受差派到中国河北宣教。伫战乱的时代无离开，反倒建立病院。1955年，中国政府指名称伊是无受欢迎的人物，互共产党赶离开中国，所以才会来咱台湾。叶神父大生来到嘉义东石，设一间平民诊所。1961年，搁去鹿草开一间平民病院。伊伫嘉义地区行医宣教，为着要接近民众，勤学台湾话。1975年，叶神父来到新竹，创办启智中心，收容甲教育智能不足的囡仔。1983年，搁来到关西，创设一间华光智能发展中心。伊伫新竹地区关怀弱势，嘛是大声勤学客语，接近民众。叶神父伫1999年有得到第9届台湾医疗贡献奖。一个阿毒神父无看家己是高级的病人，反倒用一个汉名尤金，表明家己金未加生。叶神父真够胆，毋捌甲台湾人提价1仙钱，伊的生活欠用，完全靠耶稣会社会资源。50多年来，将伊的青春气力完全奉献给台湾，甚至死伫这块土地，佮将家己的遗体献予辅仁大学医学院做研究。中国人的道德教育，甲人就爱饮水思源，做人袂使忘恩背义。自称高级的外省人，受这块土地亲像老母同款，甲养育疼痛，却毋知要感恩，反倒转来侮辱老母，真是册读咧骹只疼。圣经描写耶稣基督牺牲的精神，有安尼记载：
替义人死差不多无，替好人死咸菜也有人拣。咱要是罪人的时，基督有替咱死。叶尤金神父甲台湾人无亲无故，却甘愿牺牲奉献伫这块土地，检视学习这款的精神。这几年，政治人物甲挺台湾三字，不时看伫嘴里，总是所做出来的手段，较济拢是伤害这块土地。要挺台湾甲伊的百姓，是毋是爱亲像保罗所讲的同款，恁着有耶稣基督的心志，以反转拼空家己，取奴仆的身份，以自愿谦卑、顺服到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顶。第22篇，食果子拜树头，食米饭敬猪头。2009年的3月份，台湾少年线出现2位人物，一位互人痞相骂甲臭头，一位互人呵乐笑脸伫心肝头。台湾外派伫加拿大多伦多一个新闻局小小的官员郭冠英，用范兰钦的笔名写文章侮辱台湾这块土地甲百姓，讲台湾是鬼岛，台湾人是台霸主，鸟览会互台独分子破坏。228受难者毋是土匪，就是日本鬼子等等的言论。刊伫亲中国的网站甲媒体。郭冠英是新竹空军贯穿大汉的子弟，通算讲是铁蹄来台湾外省人的第2代。伊伫文章自称家己是高级外省人，伊一年领超过350万的薪水，拢是台湾人劳碌艰苦所纳的税金。俗语讲，食果子拜树头，食米饭敬猪头。郭冠英食台湾的米大汉，享受台湾赐予伊的资源，原倒转来侮辱咱台湾。原到迄只狗，只有用逐顿食剩的物件甲饲若定，总是逐摆转去到厝，伊拢摇尾欢喜甲我迎接。赶紧跳起来，身躯顶甲我塞奶。想到这，我毋知要安怎形容郭冠英较好。另外一位人物是拄伫3月17过身的叶尤金神父。台湾无几个人知影伊的本名，只有知影是匈牙利的人。伊1911年出世，1936年。以天主教耶稣会神父的身份，受差派到中国河北宣教。伫战乱的时代无离开，反倒建立病院。1955年，中国政府指名称伊是无受欢迎的人物，互共产党赶离开中国，所以才会来咱台湾。叶神父大省来到嘉义东石，设一间平民诊所。1961年，搁去鹿草开一间平民病院。伊伫嘉义地区行医宣教，为着要接近民众，勤学台湾话。1975年，叶神父来到新竹，创办启智中心，收容甲教育智能不足的囡仔。1983年，搁来到关西，创设一间华工智能发展中心。伊伫新竹地区关怀弱势，嘛是大省勤学客语，接近民众。叶神父伫1999年
有得到第9届台湾医疗贡献奖。一个阿毒仔神父无看家己是高级的病人，反倒用一个汉名尤金，表明家己金未加生。叶神父真够胆，毋捌甲台湾人提价1仙钱，伊的生活欠用，完全靠耶稣会车会的资源。50多年来，将伊的青春气力完全奉献给台湾，甚至死伫这块土地，佮将家己的遗体献予辅仁大学医学院做研究。中国人的道德教育，甲人就爱饮水思源，做人袂使忘恩背义。自称高级的外省人，受这块土地亲像老母同款，甲养育疼痛，却毋知要感恩，反倒转来侮辱老母，真是册读咧骹只拼。圣经描写耶稣基督牺牲的精神，有安尼记载：替义人死差不多无，替好人死咸菜也有人敢。咱要是罪人的时，基督有替咱死。叶尤金神父甲台湾人无亲无故，却甘愿牺牲奉献伫这块土地，检视学习这款的精神。这几年，政治人物甲挺台湾3字不时看伫嘴里，总是所做出来的手段，较济拢是伤害这块土地。要挺台湾甲伊的百姓，是毋是爱亲像保罗所讲的同款，认着有耶稣基督的心志，伊反倒拼空家己，取奴仆的身份，以自愿谦卑、顺服到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顶。